退休的老师白婉芝。白老师是3个囡仔的妈妈，过去伊当年照顾中度失智高龄95岁老母亲，从来都无一句怨言。但是尾啊，伊竟然发现家己嘛带着轻度的失智症，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白婉芝发挥以前做老师的精神，努力找方法对抗失智。譬如讲，伊会伫厝内，包括冰箱、月台等等的所在，四界搭这个便纸条啊，佮会写笔记，提醒家己唔通袂记伫生活中种种的细节。同时，伊嘛积极加入去人群交朋友，希望甲大家的生活过互充实。用家己的经历做生命的教材，白老师想要甲大家讲，就算失智，嘛会当活出精彩的人生。大家好，我姓白，白婉芝，我是国民小学退休的老师。很遗憾，在105年的时候，医生诊断我是失智，轻度的失智。哪里啊？奇怪。有破掉，灯打破了，糟糕！因为这个手啊，2只手都没有力量，就除了失智以外的生活这样的上面都会有一些能力很差，常常掉在地下。为什么会检查？是因为我妈妈有中重度的失智，那我就觉得，我为什么那么像我妈妈？那愈来愈变我妈妈，感觉到怪怪的，一项都袂记，行到遐个袂记，然后那随讲拢随袂记，电的也袂记，下面袂记，不太对，那我就在做更进一层的断层扫描，结果我就看到那个图。那个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我就把所有有关失智症的东西核对啊对照，死拼的在想我到底属于哪一种型的。我的东西都是左右都有这样连在一起，给绑紧的就对了。你无安尼行，你家己你就3工2工你就咧找无锁匙找无啥，安全帽就直接给它戴到头上，不然又忘记又要上来拿。看一下钥匙有没有带啊？有。找不到，在这里，这样一排，我一看，这个就是我的，就特别这样子绑，不然你去看这个啊，看不到。反正我都有经过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设计，那是没办法，为了我自己，因为想啊，就是为了生活，为了要活下去，我会想很多很多的办法。我就是放这样哈，所有杂七杂八写的，我又用一行字条，什么东西就有备份，一下子就不见了，不是我故意的，就是没办法。美女，我来了，你帮我一样那个，我要那个滚冲臭米饼，软排啦。好不好？软排，哇塞，230。哎呦，那就凶了，够搞呢。我以前在学校是出纳组长，大概钱没概念，都记不起来，常常给过又忘记，不会算账，也搞不清楚。常常会迷失当中，好像脑袋有2个，心里在想这句话的时候，会呈现另外一个东西出来，常常会把脑筋会打结，就是数数嘛，就多少加多少也不会加了。你会去买东西的时候，你讲不出来，然后有很多东西会突然间停顿一下，我基本上都就是会有一些很奇怪，自己感觉到跟他汹涌闪神会变这样。我刚才那个袋子在哪里啊？就刚刚回来才说。我不欠你不要急，慢慢。
在哪个袋子里面？就是我不是有一个很可爱的那个2个小朋友的那个什么谁跟谁的那个啊？我讲什么也不知道，奇怪，我到底放在哪里呀？哎，来看，找到了。然后这个就马上贴出来，都要马上，这个都要执行的，就是在墙壁我会写振兴白碗之几月几号要去领什么，就是直接一回来这个单子我要马上交给名山药局。他最大优点，他就是他生命力很强。其实有很多事情很麻烦、很啰嗦的事，他都愿意去面对，这样子，他不厌其烦这样子。老师打电话来，我就会马上写。不要人家会跟我说，2月2号做什么什么什么做什么，我就马上写在这里，随手就要粘住。除了这样一张以外，我的笔记簿我必须要做3种，真的很急，我这样，不然我会给它贴在这里，就会很好笑。我有时候骑摩托车就贴在这个地方，好好笑。原先我会有90分，我现在已经只剩下30分。有时候发现我连10分都做不到，就是这样才会累呢。哎呀，没办法，现在我只好领先 get 好几个呀呢，就是以他共舞嘛。你一定要去突破你自己的心防，我是觉得心理很重要。你整天就想，我要得到绝症啊，你就完蛋，你就越来越严重，很难。我也是经过一段很辛苦的这样熬到一个时间，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想说不行了，我要去上课。先生，我还有在本来这样子对不对？好，换个方向呢，对，让它站起来。那我们扇子很自然的往前放，脚也走。我怕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很寂寞，或者是我怕我如果今天没出去，我就忘记我有没有过了这一天。走出来以后发现我已经没病了，已经都好了，就觉得很快乐，就真的是有进步。我觉得音乐就可以治疗我。对于失智症的轻度患者来说，可以维持他们现在的能力，或者是说让他们的维持生理、心理还有大脑的发展的部分，要多一点的刺激，可以延缓他们的对疾病的退化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会鼓励说，让失智症的长辈他们多来和不同的长辈接触，或者是家属他们跟着一起来。在我人生的这个有余生之年，我就要过很精彩，一天比一天更好。就是忘记那些痛苦的部分，记得的就是快乐。是不是有一天你在路上走，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我忘记是你，没关系，你告诉我们曾经年轻的故事。朋友真的很重要，就是要有一群谈得来的朋友，很好。我不在的时候，我们都轮流他们会照顾妈妈。他每天妈妈，你喜欢阿布？医生说我有轻度的失智症，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就跟着我们这个班，然后后来不知道是在一个什么。就是因为我很多事都搞不清楚东西南北，然后就他们几个都一直对我很好，一直带着我，姐妹情深真的是这样的。他一天不给我赖，我就烦恼讲你在冲啥，我真的会烦恼讲你在找多去，我一定他每天一定会跟我报告，不然他说我万一不见了，你们找不到我。因为他会常常会忘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去跳舞还是要干什么之前，我都会先跟他讲说，我们明天要做什么你要穿哪一件衣服还是怎样他现在已经有进步很多。我们就像亲姐妹一样那么好，很难得这辈子。我就说有时候
开开心心的一天嘛。出来跳舞，他就什么都忘了，就很高兴。他也高兴，我们也高兴啊。阿母，阮今日来家跳新花开，给你看，好不好？你看，新花开。心花开，心花开。我退休那段时间，跟得到失智症的那段时间，跟现在比起来，我感觉到虽然说我现在的病情不见得是减轻，可是我会感觉到我现在是觉得我过每一天都很精彩，我的人生非常精彩。我希望就说，在我还没有失掉记忆之前，我要过得更棒。趁我现在还记得，我就赶快把一些可以快乐的事很快乐，所以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我老几啊？我第几啊？我老五。那还有一个在哪里？在这里。还有一个，他是谁？他是我的最小的妹妹。最想要完成我是想说，带着我们这些花样奶奶去巡回公园，很活泼的，互相影响到，把快乐气氛带给大家。我曾经拥有的，比什么都珍贵。我忘记了，你要提醒我你要记得我爱你就好了。